为着避免疫情对产业造成冲击，全台湾头一座科学园区的体检站，初三伫承德成立，就是希望让德科的员工甲家属通好来做体检，而且快筛核酸检测这两种拢有。中山达超过台票1.2兆的新德科学园区，面对疫情，每一间厂商拢严格控制公司人员的出入。为了加强园区防疫，初三阁成立全台湾第一座园区体检站，未来会使就近替园区从业人员做体检。怎么样保障自己、保障家人、保障公司，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所以今天有这个筛检站呢，是我们园区厂商、园区员工的一个福音。我们有信心，也用最大的努力，希望来守护新竹科学园区。那我们服务的对象优先是园区厂商的从业人员跟他同住的眷属。我们希望守住园区，守住台湾的经济。虽然讲比拼全国的疫情，新德算讲较无遮严重，不过市长林志坚强调，一定要配合防疫工作，才使共度难关。守住竹科，就是守住了我们台湾还有全球的这个半导体产业哦。那因此新竹市政府在疫情这段期间我们一点都不敢松懈我们在最短的时间5天的时间，打造了这个社区筛检站目前体检站一天会使提供80至200件的体检量，但是发现民众快筛结果是阳性，会连面进行 PCR 体检，加费用量测，取获台湾科技产业。记者刘君和信德报道。